手機收款教學 Android 手機專用。準備收款。選擇銷售。輸入金額之後撳收款。拍卡收款。選擇拍卡。將顧客信用卡或者電子錢包放到手機 NFC 接收位置。成功後，系統會顯示成功接受版面。數碼收款。選擇 QR 銀包，然後掃描顧客 QR Code 直至出現成功接受版面。電子收據 QR Code 掃碼。喺成功接收版面下方選擇 QR 圖示，將 QR Code 展示俾顧客掃描，即可取得電子收據。收 ePay 手機收款方案，有任何查詢，請 WhatsApp 收 ePay 55069960 55069960。